台南伫咧2024年要迎接建成400年，台南市政府伫今日也宣布，台南400年活动正式开始，搁找金曲歌王谢朋友来替台南写一条主题歌。台南我爱你，台北特别向台一西南在土里观可你，台南是左转到北阿里，靠一里台你去台南我爱你。金曲歌王谢明佑佮大基做伙写这条慢慢变台南的主题歌，甲台南的好耍好食，甚至是台南人的口音拢写入去。其实背景音乐里面还有《安平追想曲》，还有《南都夜曲》，就是有台南的歌，我拢甲藏伫咧内底。若有台南味的主题歌，嘛公布活动的主视觉甲 logo， 这拢是替台南400年活动暖身。现场荷兰办事处代表谭景南也来参加，因为400年前就是荷兰人伫台南的安平古堡起历来加城，嘛是台南甲世界小到插的开始，刷落来2档有济纪念活动。每年是399年啊吼，其实嘛剩无偌长的时间。每年的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上少差不多有2场安尼吼。另外就是讲，其实台南400年涵盖唔单是历史文化，其实嘛包括城市的改变、都市的改变，包括交通、包括水利、包括环保等等。其实这3档来市府委托生态伫历咱家城的考古甲研究，就是希望了解规个城堡的秘密。另外，迄时阵住伫这块土地原住民西拉雅族，市府嘛计划要结合考古，协助因做伙找找400年前的历史遗迹。记者邓家文、赖伟做台南报道。